需要一个替身，站在中央，影子被推上天台，穿上理由。观众要一个心中风变投射，轮廓被事实重摇，速度比思考快。荧幕交汇人群如何同时愤怒？数字站在斗的上，击飞情绪。真正的火藏在背后。发现亮光芒着给谁？为何需要眼神？表情成声音。越来越近，呼吸被解谁为抵抗？沉默也被定义，混俗上全失败。生意换种种，脸里被剪切成片段，风变成风。光熄灭后，地面没有不同，只是下一个位置。已经空出，黎明不需要替身，慢慢来，影子回到墙边，不说话。